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2月18公司第一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过来今仔增加16个本土病例，有15个拢是同一个宗教协会唱歌团的成员，但南某一间国小有学生胃着病。去年咱国内经济成长率超过6%，也毋过主计总署公布，国内员工的薪水平均是41000多块，是最近5年来唯一负成长。那鸡卵欠费个起价，最近鸭肉嘛起1、2成，店家员看讲，去年到达起3届咯，最近1公斤化到150块。新闻4来看，咱国内今仔新增加51个境外病例，16个本土病例，其中有15个拢是同一个宗教协会唱歌团的成员哦。另外，地方政府要求民众爱隔离，也毋过民众所爱自费住防疫旅馆的争议。但市长下晡嘛宣布讲，隔离的费用中央政府会来负担。来听指挥中心下晡上届新的说明。本土的案例有16例，那境外移入的51例。台南案例有1位哈，是大家也知道，就是说那时候从1973年传给他儿子19732，那这个钢铁公司哈，那到台南去拜访客户，那传给19862，那现在19862的同住家人，他的儿子在这炼油厂，这个有3个确诊的，这3218次的人的检验都是阴性。那今天剩下15例主要都是在同一个传播链，有从这个设计师那到在代销的公司，然后在代销公司的有一位成员那他去参加他们这个佛道双修协会，有80几个人一起吃饭，那然后过来有25个人去唱歌，那这个群聚总共增加了，今天是增加了15位那到目前为止，整体这个群聚是有24位，24位那位在台北的有6位，新北13位，高雄3位，台南2位。经过地方政府确定去隔离的，那而到防疫旅馆，那这些一并都有中央的预算来处理。再来看台南市桂林一间国小昨暗接到卫生局通知讲有学生确诊，所以全校的预防性停课3天。确诊学生的迄班爱停课14天，学校嘛表示讲停班无停课，会继续线顶来上课。学校门口打着18号到20号全校大消毒的字，学校内面嘛有工作人员等你环境消毒。台南市桂林区这间国校17号接到卫生局通知，有学生确诊，因此是紧急停课3天。我知影啥物代志啊？我感觉即摆覆盖率遐悬啊，因为即种拢轻症的，其实我感觉唔免大惊小怪啊。足奇怪，我代志足危险的物件，咱茫我，咱上个是茫我啦。家长伫17号暗时就接到学校临时通知，18号到20号停课3天。不过其实早伫14号就已经传出，因为有学童甲确诊者接触，校方是赶紧有方式的停课1天，但是几天了后，就传来学生确诊的消息。按照我们台南市教育局防疫流程 SOP 进行全校停课3日，班级停课14日的这样子的规定。学校表示，停课期间校将会全体环境大消毒，后礼拜一恢复正常的上课。且学童居家期间做好自主的健康管理，伊停课的班级嘛要做好线顶上课的准备。记者郑云南报道。来看新北市设计师的传播人是愈团愈侪人，嘛做个造成另外一波的烧话。邦桥一间国中，阁有3店铺，一间幼儿园拢停课，嘛扩大采检。加上目前的采检大多数拢是阴性。伫个新北市邦桥某一间国中，18到20停课3天，有传出校方内有学生和台北市邦屋代销人员按19816伫个宗教协会自餐和 KTV 的聚会有接触到，方控列做居家隔离采检是阳性。因若住伫个新北市三零堡的某仔囝，因伫迄天嘛有参加，双人拢确诊。因囝读的幼儿园从2月17到3月初2停课14天，并且来扩大采检400人。那我们要裁减400人，到今天早上出来的是280人，全部都是阴性，有120人还在怀疑当中。台北市内湖某一间国小嘛有家长确诊，迄一天有参加宗教协会的聚会，囡仔 PCR 采检是阴性。台北市控制48个接触者到联合病院中校园区采检。因若这个家长还佫有一个读北投私立中学的囡仔，目前采检是阴性。
共一班的师生和这个共校车的学生拢总150人，伫10出采检全部拢是阴性。校方尾也有消毒了后，隔天继续上课。这件帮恶代销人员参加宗教聚会来造成群组感染，有煞咧扩大。设计师，然后在台北不是有个职场3个人一起在某个代销公司工作，那其中一位去参加，比较像是他们宗教的一个协会的聚会聚餐唱歌。那这个聚会聚餐里面现在已经10个确诊，那加入今天的话大概到19位。帮恶代销人员参加宗教聚会，研判出另外一个群聚案，这拢和新北市内设计师有牵连，其中有成员对高雄来，嘛有人去过台东。记者综合报道。以前个团新北市设计师团出来一个宗教协会群聚哦，都爱特别注意。有感染科医师就讲哦，这个群聚有可能会个扩大，建议民众出去食饭唱歌，拢要甲喙暗挂好好。日本的研究嘛发现讲，坐做伙食饭哦，上有可能小话的座位，毋是坐伫对面，是坐伫边仔的人。环保人员伫某宗教协会社区无形清消，因为传出有确诊者卡热，有感染科医师讲。这条为新北设计师延伸的宗教协会群组，10次增加8个人着病，恐惊会阁扩大，因为奥密克戎传播力强，若有确诊者参加聚会，而且阁唱喙暗食饭唱歌，就会增加着病风险。唱歌的时候，麦克风上可能有病毒，下一个人摸到会碰到病毒，那吃饭的时候呢，可能有些共同的物品，比如说大的汤勺啦，要去舀汤啊。这上面可能会沾到病毒。医师建议民众参加社交活动，爱做好自我保护。第一是食物件唔通讲话，食完就爱挂喙暗。第二是随时将喙暗挂好。第三是下当卖去的，就上好卖参加聚会活动。而且日本上新研究发现，餐桌顶感染风险上悬的座位，唔是对面，而是坐伫感染者边啊上危险。距离的关系，对面的距离比较长远，隔壁的距离比较靠近。隔壁距离比较靠近的那些大颗的飞沫，很快就在他身上了哈。医师强调，这件群聚也阁需要观察2礼拜，同时也爱参考80几人聚会空间距离甲空调的状况。另外，第23期新冠疫苗预约到10月中旬截止，这期拢总提供158万剂疫苗。提供民众预约第3期对价制，预计注射时程是21到27号。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苗栗泰安乡苗62线，今仔透早有石头落落来，造成道路无法度通行哦。公所是赶紧派出大型的机械抢修，下晡应该得当抢通咯。因为这礼拜啦，佮有礼拜冇可能会佮落雨，所以农真烦恼讲有可能会佮崩山。大量的土石为山壁连落来，佮几若粒大粒石头顶伫咧路中央，大型的机具趁雨势有较停，赶紧来将车路挖互通。苗栗泰安的苗62线6.5公里的路段，10月透早传出崩山，面积大约是200立方公尺，占着20公尺的车路，致使双向无法度通行。公所赶紧请警方来封锁道路，也紧急来抢通，按算10月下晡就会当恢复通车。排除的过程当中，发现里面夹杂了许多的石块以及大石，以及崩积土。那目前课正办理清除障碍。公所表示，当地严泉破碎、土木加水的量较侪，较高会崩山，已经请厂商伫咧现场进驻，随时会当抢通。因为当地是出入温泉区、圆墩甲龙山部落的主要道路，目前拢需要设白条路。当地温泉业者表示，希望会当赶紧修复。长期变成只有12线，南岸这边比较陡峭，比较容易遇到雨的话就容易台风，有的游览车也是在里面一定要赶快修复啊。业者表示，这条对外道路逐摆拄到大雨就会崩山，目前还阁有游览车无法度出入，而且拜6礼拜还阁会落雨，可能会影响到游客。公所表示会赶紧来进行山脚的整治甲灾害复建，确保行车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
去年台中南屯的华兴托婴中心一姓黄的老师虐待囡仔案件，今仔又有新的证据，有家长摕到监视器的影像，发现讲毋但一个老师虐待囡仔哦，家长嘛指控讲社会局涉嫌为业者来暗卡，社会局是表示讲因会阁继续来调查。囡仔坐伫椅仔顶，老师经过时阵，煞甲囡仔包头，还佫囡仔伫咧翻的时阵，老师煞甲囡仔双骹扭掉咧伫涂骹拖。一挂过程拢去互监视器翕落来。伫台中南屯的华兴顾婴仔中心，去年2月才发生苦毒囡仔事件。想袂到家长伫10月出面指控讲，家己最近去看到顾婴仔中心的监视器画面，才发现讲家己囡仔去互虐待啊，而且负责调查的社会局说是拢无通知。谩骂、关、摔、捏、打头、嘴巴塞布，然后让婴儿没有办法发出声音。我看很生气，然后也觉得说，为什么这个明显的状况，然后当时在查办这个虐婴案的时候没有看到。台中社会局表示，去年2月接到通报，讲是一个查某囡仔去互虐待，捌调监视器来看，发现业者确实有违法虐待囡仔的事实，甲姓黄的托育人员罚10万，限制伊10年袂使担任绩效机构人员。今摆标出来监视器画面算是新事情，会扩大调查。目前自主停业1年的顾婴仔中心业者，今年8月会复业，市政府也强调会重新审核。如果改善到相当的程度，我们确信它能够善尽保护我们小朋友的责任，那我们当然可以准。如果没有丝毫的我们有不放心，我们就不会准他复业。社会局强调，就算华兴顾婴仔中心停业，若总有其他囡仔受人虐待，也是继续裁罚负责人上悬罚到60万。业者敢有牵涉到因地通报或者是暗砍事件，这部分会调查清楚。不过，投诉家长也是认为自身有去互暗砍起来，认为社会局涉嫌暗护违法的业者。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一个高铁的查某员工哦，伊指控2018年开始一直受到查甫同事的性骚扰哦，佮捌对伊下班登去处理，伊向内部提出申诉，也毋过高铁内部认定讲性骚扰无成立，后来伊向社会局申诉是判成立，高铁内部就增加扶贫机制哦，也毋过这个小姐是真不满讲这案一直拢无最后的结果，高铁是表示讲扶贫的会议会伫3月份来召开。伫通知簿啊，伫立委的陪同之下，选择徛出来。当事人 A 小姐是高铁员工，透过妇女团体控诉多年来遭受到一名男同事语言文字等方式性骚扰，甚至也互跟随下班，向高铁公司申诉，也互冷处理对待。身为被害人，我一直配合公司，但公司临时变更程序，推翻之前做法，让我觉得不受尊重，也无所适从。长期承受案件反复的折磨，我才是被惩罚的那个人。时间等到去年3月，A 小姐向公司提出申诉，内部会议性骚扰无成立。同年11月向社会局提出再申诉，判定性骚扰成立了后 ，A 小姐配合庭事，向公司2度提出申诉评议，也互判定成立。原本就是代志会当结束，因过高铁突然增加扶贫机制。地诉案件到今拢无结果。经台北市性骚扰防治委员会调查后，决议是性骚扰成立。那本案因为性骚扰成立呢，那台北市政府也依性骚扰防治法第7条，请高铁要立即做有效的纠正及补救措施。我们认为没有尽到保护受害人的义务哦，那甚至对 A 小姐造成了2次甚至3次的伤害。性骚扰决议起倒有立委就指出，高铁过去3年接到5件申诉案，全因为证据不足无成立，这期高铁处理机制失灵。高铁回应绝对无包庇纵容，因为前2摆的结果完全无同，所以才会整理新措施，并且外部专家参与扶贫审议，有计伫3月召开。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主计总处公布110年的员工薪水的统计，虽然去年咱国内的经济成长率超过6%，也毋过薪水却负成长哦，平均是41422块，嘛是最近5年来唯一的负成长。各县市来看，新竹市的年薪平均972000块上悬。
今年27岁阿草原本是集团的经纪人，不过伫疫情的影响之下，去互公司2届减薪水，就算拼命欠长内度，也是无够用。目前伊已经辞职，决定伫下半年去外国做3工度假，重新开始。在台北租房子或者是一些生活用品类的费用，没有办法做太大的调整，从一些比较偏饮食习惯类的事情去调整平常的支出，这样子。同款红减薪水，还佫有一个路易斯，去年当才转到去百货公司的专柜，都去拄着疫情，所以一直红减班。上班的时阵月薪敢若剩2万块。因为没有人潮，所以就没有生意。要不就是老板自己收店，那要不在大公司里面呢，变得等于是老鸟会排挤新人。主计总处公布110年红请的员工薪水的统计，就算去年国内经济成长率有到6.18%，表现是真好。不过伫物价大起的压力之下，去年实质经常性的薪水变作是负成长，是41422块，年减0.04%，是这5年来头一届规年负成长。这样的这个物价高涨侵蚀薪资的一个部分，然后再加上疫情的关系，企业又不加薪哦，已经超过这个平均值大概4年左右。我是觉得可能今年这个薪资要反弹，我是比较保守看待。另外，主计总处嘛头一届发布各县市企业发予员工薪水的统计，以新竹市来讲，平均972000上悬，主要是德科厂商的带动。台北市863000是排第2，新竹县85800是排第3。虽然说薪水是比一般人多很多，可是相对付出的时间，在公司的时间也都很多。杨宗斌认为讲，亲像科技业、金融业等等的人员，虽然起薪是袂歹，不过伫物价大起，还有疫情造成互裁员减薪水，才会相对的压力之下，敢会造成未来6都以外，贫富差异是愈来愈大的现象，这嘛是值得观察的重点。记者综合报道。这份主计总处的员工薪水的报告，婚姻关的员工平均的年薪是611000块，虽然不是所有的县市上低，也毋过算是全国唯一的年薪负成长的县市哦。婚姻关政府是表示，比前几冬来讲，只有减少几百块啊，主要是受到疫情影响，石化产业外销减少造成的。高阳区的工作人员无因顺场，根据行政院主计处针对2020年，包括工业和服务业受雇员工全年的总薪资，婚姻关总薪资611000块，虽然不是全国上低，但因为年减0.1%，却是全国唯一总薪资负成长的县市。你如果是家庭所得有降低，那倒是还有一点可以讨论的空间呢。因为不是各行各业都很蓬勃嘛，就是说政府呢，它每一年把基本的薪资往上调，从几年前的18009调，每一年都调啊哈，调到今年哈是25250元啊。文科工业区厂商协进会表示，以工业区来讲，每一个工厂都有欠工的现象。虽然部分的工厂近期外销有影响趁钱，但公司营运已长久规划，大部分员工的薪资嘛是会成长。对此，文管处就表示，其实2019年和2020年总薪资差不多是同款。108年的平均薪资以及109年平均薪资，云林县都是61.1万，所以这个所谓的0.1% 的降幅，其实大概就是几百块钱的差距。那当然呢，在109年，因为整体受到疫情的影响，所以我们云林县的石化产业有非常大的这个受损，所以也会导致于这个所谓有些幅的这个受到影响。文管处表示，去年的总薪资全国排在中段班，但就要调整县内具体的产业发展体制，包括部中的机械分区、林内物流分区、韩国企产业加进分区，目前拢已经产出计划等待中央来核定，希望中央会当赶紧通过，让国民更侪工作机会和收入。以上为您报道。来看见创办59档的嘉义数理大同技术学院，因为债务危机，要伫111学年度停招了。教育部嘛已经同意。学校是表示，虽然新的学年度要停招，也毋过学校会维持正常的运作，互保证所有学生顺利毕业。学校的员工嘛有时间去找头路，才会来停班。还未开学，学校无啥物人，即间伫咧嘉义的私立大同技术学院，预计后礼拜一开学，所以因为债务危机，14号互教育部提报到私校咨询会，会中通过决议，111学年度爱停招。
可用资金不足以支应学校日常所需。经本部要求，董事会应该在111年1月底前捐资3000万元，并未在期限内捐资。另外，学校欠台糖公司租地的经费。教育部表示，学校资金无够，佮欠台糖公司租地的费用，校产佮校务互法院冻结，惊教职员还欠薪才要求停招。毋过学校回应，伫咧议会的时阵就召开过董事会，决定要停招。现有的学生佮有教职员的权益是袂受影响。我们银行的现金呢，目前是足以支付台糖的权利金。那我们希望台糖公司呢，可以尽快帮我们解除这个账户的冻结，让学校的资金运作、学校运作可以一切正常。台东技术学院目前学生大约900多人，教职员有70位。学校强调，教职员工的薪水拢有正常咧决，不管是停招还是未来考虑要停办，拢会按照董事会的决议，嘛袂排除若资金有够位，佫有可能重新申请来招生。毋过学校会遵守着教育部的规定，好好来安排。记者林慧婷、王柳婷、陈显坤加以报道。今年所有高三学生啊，拢必须爱伫4月26之前，甲学习历程档案传到中央的平台。也毋过哦，针对一寡读技职的高中生来讲哦，统测是伫4月30开始考试，毕业考嘛拢伫4月底5月初哦。这代志的时间拢拄做伙，教师佮家长团体是建议讲，甲学习历程档案上传的期限延到5月24。过去几6个月。全中教要求教育部将高职和普通高中升学时程分流处理，已经真侪摆，所拢无结果。即马串联无共管市的家长团体，搁再为高职学生来清明。肖阳刚有一对双生仔，分别读普通高中和高职，伊明显感受到2个囡仔对准备升学的心情落差。普通高中的孩子已经考完学测了，他现在几乎都在放假跟准备学习历程。我另外这个孩子又要准备统测，又要准备学习历程，甚至要准备期末考。高职生比较高中生，4月26进前爱交学习历程档案，不过4月30到5月初1是统测。各教师阁发文建议，高职毕业考和普考同款，摆伫4月25到5月初6。老师讲，时程拢定塌。学生唯也是一间大家上头题。那我们现在把学习历程的东西有在4月的时候就关起来，请问一下，他们这样有时间把专题做完整的呈现吗？全中教强调，高中和高职无同，时程无需要一致。对教育部表示，简章已经公布，时程是较误解，不过建议上传学习历程的期限，前到5月24就会当解决。我们技高就要在第2阶段让学生勾选学习历程的前9天关，也就是5月24，也就是延后1个月，这才符合教育现场。针对这个建议，教育部目前也无回应。不过出席记者会，立委林奕华指出，学习历程档案的公版捌突册，各教师嘛延后期限几落摆，为着数十万高职生的权益，小可延后敢真是遮尔困难？记者综合报道。来看第45届台湾日本经济贸易会议早起结束了。日本台湾交流协会会长大桥光夫伫致辞的时阵嘛强调讲，欢迎台湾加入 CPTPP。行政院长苏贞昌在致辞的时阵嘛引用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的谈话，讲台湾准备要开放福岛的食品，嘛已经减少加入 CPTPP 的重大的障碍了。第45届台日经济贸易会议早起举行闭幕式。双方签署备忘录，还阁用线顶的方式握手，气氛是真好。因为伫咧会议，双方有达成几项的共识，包括日本台湾交流协会会长大桥光夫希望台湾会当解禁日本福岛有关的食品。即马咱国有具体回应，大桥光夫认为讲，这对台日经济深化是有帮助。嘛强调讲，欢迎台湾加入 CPTPP， 嘛建议重新启动台日经济有志委員會。こうした認識のもと。日台経済パートナーシップ委員会を再開し、例えば WTO や APEC など双方が参加している枠組みでの協力や個別産業での協力。台日有具体進展，和台灣日本關係協會會長區議人是當場甲日本感謝。大橋光夫嘛有所回應，區議人認為講，這對台灣加入 CPTPP 來講是有帶來希望的。他们开始有了回应，又不像就这样一直卡在那边，因为过去当然日方表示欢迎，但是具体的动作，我想 EPC 是一个带来了一线曙光了。
日本前首相安倍首相说，台湾准备开放福岛的食品是跨越了加入 CPTPP 的重大障碍，这只是一个开始，还有很多的辛苦要跨越。台湾从去年9月申请加入了后，目前也无具体进度。今年 CPTPP 轮值主席国是新加坡，18召开资深官员会议，也若感谢讲到台湾甲中国的申请案，也搁进一步了解。不过会当感受到台湾解禁日本福岛等等5关的食品，强化日本对台湾加入 CPTPP 的支持。另外，台湾争取加入的，也有美国接续要公布的印太经济架构。驻美代表萧美琴认为讲，以台湾伫全球供应链扮演的关键角色，台湾应该是各国想要争取合作的对象。美国白宫副发言人尚皮亚表示，目前当地甲各方协商当中，无搁较侪信息会让对外来说明。记者综合报道。台海局势紧张，国际拢正关心。欧洲议会最近通过2个年度的决议案，呼吁中国停止对台湾的威胁。嘛头一届表态支持欧盟甲台湾启动双边投资协定，影响苹果。外交部是表示感谢。台海情势升悬，面对中国继续军事扩大、攻击了台威胁咱国防空，引起国际高度关切。欧洲会议定限有大力度支持通过共同外交甲安全政策，参共同安全甲防御政策2项年度报告决议案，针对中国对台湾相关军事部署，甲继续侵扰咱国防空识别区，呼吁中国停止威胁台海。在今年欧洲议会，他们关切台湾海峡的情势，这个有关于台湾海峡的安全，以及中国对于台湾的军事挑衅的强度明显的增加，并且首度在 CFSP 的报告里面纳入支持台湾跟欧盟要启动 BIA 这双边贸易投资协定资商的相关的内容。欧洲议会去年就通过友台决议，像台欧盟政治关系甲合作报告，头一摆派遣官员代表团访台。即摆共同外交甲安全政策除了谴责中国对立陶宛的威胁，也主张台湾以观察员参与国际组织，支持台欧启动双边投资协定，影响苹果。共同安全甲防御政策注重印太和平稳定，点名高度关切中国伫台海的军事演习。包括对于台海安全形势，还有包括是不是能够有效的提升台湾跟欧盟之间的一些类似像伙伴的一个关系所以这是一个长期的趋势。但是这些重点还是要看欧洲联盟去怎么样去做落实去做执行它因为基本上欧洲议会里面的这些决议大概都是属于建议性质。瑞典国会伫年度外交政策评论也强调台湾的议题。瑞典外长强调会支持台湾参与国际事务，此外俄乌冲突牵动印太区域的安全情势。美国长期湾事件，中国反台的可能性。We have to do is recognize that China is conducting a whole government effort to undermine the United States and supplant us as the world's greatest power. 美国国务院亚太助卿孔达表示，美国处理乌克兰的危机，有望将重心放伫印太区域，强调会继续协助台湾维持自卫能力。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关心乌克兰甲罗西亚的局势，将罗西亚指控乌克兰的政府军向乌克兰东边较亲罗西亚的地区弹炮弹开火，违反民事克条约。虽然乌克兰军方是否认，也毋过伫东边的卢甘斯克这个地区，有真侪厝拢互炸掉，当地电脑甲天然气的供线嘛拢受到破坏。幼儿园的壁缝绑甲大网天空，规涂骹拢是碎石啊！乌克兰东部卢甘斯克地区伫17日透早传出炮击，有真侪厝拢去互炮击到。这间幼儿园的2个老师受伤，半数的城镇拢停电。10-20 первый прилет, потом первое, второе, школа и так дальше. Ну, кучность по всему поселку. Газопроводы, электромережи, все это пострадало. Люди без газа. 炮击了后，俄罗斯甲乌克兰拢咧责怪对方来发动攻击。乌克兰东部自从2014年开始，一直拢是冲突发生的地点。亲俄分离主义的势力伫个顿巴斯来发动内战。
造成顿内刺客甲卢甘斯克两州脱离基辅中央政府的管辖，建立人民共和国。为着要来结束这场造成我买14000多人无命的流血冲突。俄乌两国伫个这个2014年到2015年，伫白俄罗斯的首都明斯克签订明斯克甲新明斯克的协议，当中包含双方撤回冲突前线的重型武器，接受欧安组织对停火的监督甲搜查，也佫有恢复乌克兰政府对边界的管制。不过，因为这个紧张的局势一直咧升悬，欧洲安全甲合作组织监测团表示讲，从16日暗暝到17，前线就发生500件爆炸事件。有真侪民众伫个17这天手举乌克兰的国旗，含这个反普廷的标语，伫联合国外口咧示威。同一个时间，俄罗斯甲乌克兰的官员当伫个联合国内底来发表演说，示威民众拢表示讲，无想要搁再看到战争。It's Russia who attacked Ukraine. It's Russia who started this war back in 2014. So it's already 8 years of this terrible war. It's already more than 40,000 Ukrainians were killed or injured in this war. It's just terrible. 自从俄罗斯伫个2014年吞噬乌克兰克里米亚地区以来，联合国安理会已经来召开几落10遍的会议，讨论乌克兰的危机。因为俄罗斯伊有否决权，所以讲无法度采取任何的行动。公司新闻郑依仁编译。再来看澳洲的雪梨，16发生60天来头一届有人互鲨鱼攻击不幸过身的事件。虽然当地有设鱼网仔等保护的措施，也毋过嘛是发生意外。附近的水渠已经先封起来了，当局嘛会找找一只长4公尺半的鲨鱼。17冲氧救生员骑水上奥多麦，伫雪梨东部的邦迪到南部的科罗努拉20公里范围的水域巡逻。当局也出动无人机甲直升机，搁伫海中部署游移，希望会当找到这只假死35岁英国唱水教练奈里斯特的鲨鱼。英国外交部表示，领事人员当甲新南威尔斯省的警方联系，也对死者家属表示哀悼。This has been a complete shock for our community. Our coastline is our backyard, and to have a tragic death under such horrifying circumstances is, completely shocking. 引起民众翕到的画面，方认为是一只大白鲨，身长4.5公尺，也阁有几个路过的人，即马就看到鲨鱼疯狂乱加奈里斯特经过。2点钟了后，当局伫水中鼓起奈里斯特部分的身体。另外一名当地岸边钓鱼的人表示，伊看到奈里斯特被拖入水中。当地国会议员麦克戴利讲，奈里斯特定下伫遮来游泳，也是当地一个唱水俱乐部的会员。Some guy was swimming. Shark came and attacked him vertically. We heard a yell and then turned around. It looked like a car just landed in the water. Big splash. 为了防止鲨鱼攻击，当局早已经实施拉网甲阻止装置等计划，各为网钓的鲨鱼装追踪器，导引到1公里外的海域。想袂到也是发生遗憾的代志。咱人无了解鲨鱼是安怎弄入来。澳洲鲨鱼攻击事件大部分拢是发生伫热天12月到2月之间，今年来大约有20件的通报，大部分发生伫新南威尔斯省甲西澳大利亚省。今年到目前为止已经有4件通报，也毋过人防假死的情况并无常看。顶一摆澳洲发生鲨鱼攻击人致死的，已经是1963年的代志了。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再来看咱过来的新闻哦，最近毋但鸡卵欠货佮起价哦，像鸭肉嘛起1-2成咯。有行鸭的店是讲哦，旧年到今鸭已经起3届咯。有卖当归鸭的店家就讲，旧年1公斤的鸭肉大约780块，也毋过今年的2月1公斤嘛已经化到150块，所以规盘甲规只鸭肉因拢已经先停卖了。这个鸭肉现在很缺，可能这一次的鸭肉我切完了之后，明天或后天我可能就叫不到货。当归鸭专卖店的头家娘伫怨叹讲，鸭肉的货源无够，敢若有够做鸭肉饭或者是当归鸭面线。菜单内底规只鸭甲鸭肉盘是暂时无卖，因为鸭肉无够，而且根本就无利润。头家娘摕进货单是伫海头，讲鸭肉进货计销是起到惊死人，生意是有够歹做。去年我们这个鸭子的价格在85至90中间，涨到今年的2月150至145一公斤，因为这样根本都是赚不到钱。这就是当归鸭，我不卖鸭，那我只能关门。还有这间行鸭的专卖店嘛有起价，
规只项鸭为650块起到700块，一个手起要8拍。头家娘强调讲，去年鸭肉进货计数拢总起3届，所以甲人客起价完全是反映成本。鸭子已经涨了3波了啊，一只成本都加了差不多一波都差不多涨了20块啊。根据农委会公布，鸭肉产地批发的计数，正番鸭伫去年11月中一斤是56，目前一斤是60块。也若土番鸭伫去年11月中批发的计数一斤是48.8块，上新的计数一斤是起到50.8块。鸭本来就是一个封闭市场啊，波动情况是很容易引起来的啦。我们一天就是了不起几千只而已啊，那个对我们不会有任何的影响。整个的育成率比较低，供应比较少，每一个月应该会有2800万只的鸭子，大概在2个月内应该就可以完全恢复整个的一个供需。鸭肉计数大起，除了供需的问题，其实甲饲料的计数嘛有关系。只要饲料的计数压力无消透，短期内鸭肉的计数也是会有变化。记者综合报道。来看4当前有一个22岁姓罗的查某学生哦，伊骑车经过桃园市龙潭的阳东路，因为路无病累残去伤到脑部，一世人拢需要有人来照顾。伊的亲人向桃园市政府永工处提出国家赔偿，法院是判赔2500多万。法院是认为路面确实无平，佮加上是细弯的路段，嘛无烫警告的标志哦，所以永工处的所示。这22岁学生发生车祸，脑部灼伤，这世人无法度工作，伫生活上嘛需要有人照顾。医生本地是判桃园市永工处爱赔偿2487万，利息是佮添到2500多万，判决确定袂当佮上诉。再来看农委会公告，3月份开始禁止饲比特犬，嘛袂当佮买卖，造成有一寡民众的放杀比特犬哦。桃园动物保护园区目前都有收容21只，因为嘛袂当甲其他狗仔饲做伙，造成园区真大的压力。比特犬攻击事件定传出，农委会公告今年3月7日起禁止比特犬饲养甲买卖，违者相关会当罚25万。根据桃园市动物保护处统计，过去当年收到防放杀的比特犬2只至3只，要不过去年都有10只，目前收容比特犬有21只。那21只里面有11只是去年年初的时候，我们在龙潭破获的一个比特犬的一个不当饲养案而强制没入的。比特本来就是品种培育出来就是赌博性质，它用的是狗和狗之间打架，衍生出来就是它可能对主人会比较效忠，普遍对狗都是比较凶。动保处表示，比特犬真歹甲其他狗仔斗阵，收养时阵爱家己一只乖人仔，需要由有经验的职工伫人较少的时段带出去散步。也公告比特犬认养规定饲养环境要求拢真悬，去年认养3只，去年只有1只。无法认养的比特犬恐惊还得爱收容到老，相信收容的压力大。比特犬的部分，它造成我们的园区最主要是一个农舍的破坏，因为它的活动力太强，而且它不能做一个群体的一个饲养，所以在园区基本上都是单独个别的一个饲养。动保处表示，目前登记伫桃园的比特犬有147只，即马比特犬饲主爱伫明年的2月28之前办理申报比查，完成注证片甲宠物登记，若无开发估计25万，也会当将狗仔没收。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天主教北林教会伫台东的偏乡服务超过半世纪，一寡老神父哦，有的是登去故乡，有的伫台湾终老。92岁为主安神父顶礼拜过身，台东县政府会来办荣誉冠冕来感谢这神父对咱台湾的贡献。最大的力量就是关心，要做，要为这样的人服务。奉献予台东买60年的魏祖安神父，就算有岁啊，也是真关心台东贫苦的民众。去年伊的身体是愈来愈歹，不过也是亲身去台东机场，甲退休要登去瑞士的瓜德神父送行。不过年才过了尔，魏神父伫13因为破病过身。教会伫马兰天主堂彩灵堂，真侪教友拢来遮追思，大家拢真唔甘伊怎安尼行去。因为教友们对魏神父在每个堂区就像一个父亲一样。天主教北岭教会伫咧1953年开始有神职人员去东部的偏乡服务。魏祖安神父是伫咧1963年去台东，协助弱势民众去互医生看，也佮有办教育，而且伊嘛会晓阿美式的语言，协助东海岸部落改善生活。
因为伊是台东县的永武县民，5年前嘛领到身份证。县府伫19，也就是魏主任神父告别弥撒的时阵，要发永武县民保养证给伊。这也是我们第一次为荣誉县民颁出的第一张保养状，我们觉得，魏主任神父，这个永远值得我们的怀念。魏主任神父在生的时阵捌讲，伊要离开台湾。19告别弥撒了后，魏神父入土的所在会伫东海花小马教堂的墓园。记者综合报道。咱再来看，有调查显示讲，台湾的囡仔一天平均使用将近6点钟的网络，伫休困日甚至超过7点钟哦。有可能会有眼网络的镜头、甲个人资料外流、佮有霸凌等等的问题。有媒介团体嘛指出讲，咱国内目前是无相关的规定，会当来保护囡仔隐私甲资料，所以呼吁大家应该爱重视这个问题。为南韩N号房到去年涉入 AI 画面的事件，会当发现伫咧成年人以外，也有袂少极少族群，拢是这类网络犯罪或者是各自外泄的受害者。女儿被偷拍了，然后呢，我的住所都被曝光了。如果这些照片外流的话，大家都还知道我家住在哪边，我女儿是谁。刑事案件、少年保护事件的当事人或被害人，到底这个怎么去做认定？即使在侦查阶段，都应该要强烈的去保护个资。因应网络科技发展，真侪儿童甲青少年是网络重度的使用者。根据艾问伫110年的调查，儿童甲青少年平常时用网络的时间，一天有5.92点钟，若休困日是7.41点钟，可能会变做用网络怎条例、个资甲影像互公开，或者是变做互霸凌甲诈骗的高风险族群。不过，以目前的儿少权法来看，事件的类型、媒介甲权责等等，拢还阁需要更较明确的定义，若无是真恶随提供协助。这些事件它可能不会只发生在校园，只发生在网络。那我们只是单纯用修法的文字去立誓说，什么样的事件、什么样的媒介，它其实没办法让我们很快的去因应到这个世界那么快的发展。所以我们会觉得，如果儿少权法要修法，那因应到数通法的发展，它其实更应该打破的是事件的限制，还有媒介的限制。姓名、照片、影像、声音、住所，我们在儿权法修法，我们就把这些。这个事情细则的规定全部入法，梗图这些新兴的一些创作，它要整体来判断，不能去脉络化。卫福部保护司长张秀婉说明讲，甲儿童也有青少年相关的法律，包括儿少性剥削、性私密影像等等，有涉及刑法、性侵害防治法等等的修法。目前各部会拢当伫整合，持续讨论当中。因若儿少权益保障法相关的修正，卫福部按算上紧伫3月份的公告，甲征询各界意见。记者综合报道。今年的台湾灯会伫高雄哦，指定大戏《真爱》下28暗时开始连续3天，伫维本营户外剧场来演出。这出戏是邀请台湾11个表演团体、24个戏剧大师做伙来演出，是一出歌戏音乐剧。那么做伙先来欣赏。舞台顶唐美云、柯秀妮等等，拢是传统戏剧大师级的演员，大家做伙演出，台下的观众真惊喜。这出《真爱》是今年台湾灯会主灯的大戏，规个户外舞台有大型投影甲灯光的效果，融合欧佩拉歌戏、摇滚甲原民歌调，用台语、华语、客语、原住民族等等的语言，讲这400年来伫台湾这块土地，纯甲爱，阁有勇气的5段故事。包括所有的灯光的这些效果、音响的这些澎湃，都会跟着我们这一次邀演的11个团，然后24个名家同台竞技的这么一个舞台。这摆演出邀请11个表演团队，唔那阵容坚强，前台后台动用600多人，嘛创下纪录。准爱18暗时起，连续3天伫维武营，互民众无共款的观赏体验。
记者陈嘉文来为做高雄报道。来看中华鹿港地方有一个台湾小镇文化协会，因为提出一个梦想，讲要修理100栋的旧厝，和100个少年家来管理哦。公司台记台青春咱的网伫明仔载暗时7点半，特别对这顶少年家的脚步来看，因是安怎一步一脚印改变鹿港小镇。鹿港旧家的人来来去去，提学奖的香客是叉叉叉。为边的店头，我入去巷仔底，伫咧老热的背后。煞是有济爬远100年的旧厝。根据台湾小镇文化协会2018年的统计，旧家区150公顷内底有要5000间的旧厝，内底有10%以上已经爬远。协会理事长柯书记唔甘这有历史意义的旧厝消失，所以就一直有志要来抢救这个旧厝。我写出一个愿望啦，就讲我想要修理100间的老厝，啊，找100个少年人来做100个创业的活动。这礼拜应该较侪人大，可能爱安排摒扫的人。甲100年的旧厝重新修复，加做牌仔客栈。总管纪晓茹嘛是修复的成员之一，因保留原地空间，用回收的旧柴来做装修，嘛放一寡古早米，除了会当提供旅行者一个休困的所在，嘛有这个旧的物件有新的生命。老人甲老屋甲这老物。所以我感觉这个是一个就区别组合，甲厝也是甲这物件，也是甲这老人拢会当学到足侪我唔捌伫资内底打到的物件。这支是4角的对无？这支是圆的，哦，啊，拢总有几支？12支，所以这就叫12地支啦。团队嘛甲鹿港的历史设计做导览的课程，透过实际行踏来认捌古迹以外，也阁用药白菜等等趣味的方式来加深学生对鹿港的印象。所以我就感觉讲，教育上重要的代志是，我会当做迄个媒介，我会当互因开始去接受这物件。要修复旧厝是真无简单，除了这个厝主爱有共识，嘛需要公部门的政策来协助。每一间100年的旧厝，未来结果可能无同款。不过团队的成员讲，修复100间旧厝是一个开始尔。只要有心，这个100年的小镇一定会当画出新的风貌。记者罗敏珠、连新维鹿港报道。再来看高雄市高山的武德殿有100栋的历史，即马有学生仔伫内底练剑道哦。高雄市向行政院来争取要使用武德殿外口的土地，争取12栋咯。即马总算取得土地使用权，未来要规划做武德殿文化园区。学剑道的学员每天拢来到武德殿练习。这栋日本时代起的武德殿，也保留原地的剑道练习场。2004年修复扩大，将近100年的历史，是市立古迹，保存了真水。不过，若是行到外口看，武德殿一边有安文图建筑。1楼是资源回收场，另外一边是篮球场。这原地拢是关务署的土地，即马无上拨予市府使用。甲水阮当然是赞同啦，不过我感觉浪费这伤过浪费啊，因为这个动操场做了真用。当地里长建议要增加实用的设施，嘛希望接变水带动观光。市府向中央争取这侪年，总算摕到这2边土地使用权，是希望武德殿看起来会当较开阔。较开阔的，互人家大家看到。啊，然后边仔的话，能够让它景观够做一下环境整理，啊，互大家看到个武德殿以武德殿为主体的一种整个的文化园区的景观是较好的呈现。目前文化局已经有初步计划，未来会以武德殿为主体，增加文化服务的设施，成做一个文化园区，开放民众体验。记者陈嘉文来为做高雄报道。来看肯亚的维多利亚湖有一种外来种的食物布地莲哦，因为伊拖了真紧，会甲水路拢塌掉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肯亚当地有企业伫几当前就开始来开发布地莲的用途，咱做伙来了解。湖边的布地莲生甲真旺，有真侪民众顾存将布地莲放喺船顶，要早登去处理。本来是一个南美洲的布地莲，伫咧20世纪初开始出现伫咧非洲。因为真高炭，一个甲水坝、溪流拢塌掉的，互水底生物无法度泡到日头，是影响当地生态有害食物。伫咧肯亚奈洛比的绿色能源供应商，即马要互布地莲变做对民众有帮助的食物。Because to us, we understand that it's really cleaning the water, so we don't need to look at it at a cost.
We need to look at it as an opportunity that we can use it to do. We can do biogas. It can do making papers. It can do making of chairs and furnitures. 过去伫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有7成到8成的民众，拢是靠烧茶或者是炭做燃料。不过长期以来，烧炭所产生的烟，造成是大人健康出问题。炭了伤侪布地莲，叶仔内面有比例正悬的炭甲氮。当地力量制造商甲阿斯特吉利康制药公司合作，将布地莲放入去机器磨做糊，并且将消毒过过洗燃做火。 就让甲有机物增做雅素利用化炭加水，利用雅素一让互民众摕来做燃料。Kitu inafanya napenda biogas, haina kazi ingine ngumu sana kama kitu kama moshi. Hata ukienda kusugua karai, ukishamaliza kuosha karai ishiki uchafu sana, ni kitu unaosha tu haraka haraka, tena haina moshi mingi, haiwezi ikawa na affect yoyote kwa kifua. 除了健康的问题，用有加原的雅素做燃料。 计效比茶俗正多，因为当地居民用火程度无同，每一个家庭一工就要开代票72到146块买茶。虽然制造商一工会当处理200公斤的布地莲，提供雅素予50个家庭使用，不过厝内要严格装相关设备，装一套设备就要开650块美金，换算代表是18000块，真侪人无法度出。公司新闻，但是董编辑。 下半部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17度，上悬19度；中部地区上低17度，上悬23度；南部地区上低20度，上悬27度。 东部地区上低19度，上悬25度；华岛地区上低9度，上悬17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仔公视第一台的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下礼拜下晡3点咱再会。